主后2025年2月25日，每日圣安讲读经。最大的赏赐，信心。圣经咱做伙来听读《民数记》26章52、29、65节。上主吩咐摩西讲：你着照逐支族的人数分土地，互因做产业。人多的支族分较大的土地，人少的支族分较小的土地，用抽签的方式分互因。利未有3个囝，吉顺、哥哈甲米拉利，照宗族点算。利未的后代有林尼、希伯伦、抹利、摩斯甲科拉这个宗族。哥哈生暗兰，暗兰的某叫做约基别，是利未伫埃及生的查某囝。伊对暗兰生阿伦、摩西甲因的大姊米利安。阿伦生拿达、阿比户、伊利亚撒、伊塔玛。拿达甲阿比户伫上主的面前献无神圣的火的时死去。利未人满月以上，经过点算的查甫人共23000名。伫点算以色列人的时，无甲因算在内，因为因伫以色列中间，因无分着产业。以上是摩西甲祭司伊利亚撒伫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边的摩平原点算的以色列人人口。摩西甲祭司阿伦伫西奈旷野第一遍点算的以色列人，现在无一个活地。关系遐人，上主捌讲，因一定会死伫旷野，所以耶夫尼的囝迦勒甲伦的囝约书亚以外，遐人无一个活地。最大的赏赐，信心。你有房地产无？若无，会感觉缺憾无？有土斯有财的观念深入台湾人的心。就算政府有意帮助少年人减轻买厝的压力，杀出友善政策，但是真紧就互房地产投机客找出赚漏洞的方法。2015年天下杂志有一篇文章，德国主体毋是商品是人权，探讨台湾居住正义的问题。讲到居住正义应该落实伫法律甲政策顶面。10年后的今仔日，台湾的土地甲房产有搁较趋近公平正义无？答案若像是无。这恐惊是台湾社会对政府到人民拢无法度解决的难题。民数记26章记载，以色列人伫旷野第二次点算人口，目的除了应应战争，也有进入应允之地了后土地的分配。上帝安怎为以色列人分配产业？对经文通看到2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根据各支族人数侪少分配。大的土地互人数侪的支族，小的土地互人数少的支族。这种按照需要分配的原则，毋但针对土地，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需要。譬如讲，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时，上帝赏赐吗哪互因，捡侪无剩，捡少的也无欠。耶稣也捌教示门徒安尼天父祈祷，赐互阮今仔日所需要的啉食。可见，第一个原则是根据需要。第二个原则是抽签，此举通看做是根据上帝的主权。
箴言16章33節安尼講：人儘管抽籤卜卦，但是決斷在佇上主。可見透過抽籤分配土地，會當照顧個別的需要，閣通顯明上帝的主權。雖然這種土地政策對現代人來講有點仔好理解，但是咱不得不承認，土地的主權始終在佇上帝。知影土地毋是商品，也毋是上帝上大的賞賜，因為上帝予人上大的賞賜是信心，予人專心信靠伊。相款是以色列人，利未人並無分配到土地做因的產業，因為因得到更較寶貴的應允。申命記10章第9節講，所以利未支族佇因同胞的中間無分到產業，照上主恁的上帝甲因講的，上主就是因的產業。既然利未人無分配到土地，為什麼還需要點算？原因在佇利未人是所有以色列大囝的代表。既然是大囝，所得到的福分也袂少。若無當年雅各就袂和以掃爭大囝的名分。今日的經文講到，除了迦勒和約書亞，其他第一代出來吉的人攏死了。無論佇曠野漂流、無土地，還是講到應允之地得到產業，因一直相信上帝。上帝予因上大的禮物就是信心。默想，主是我一切福分的源頭。主是我一切福分的源頭。咱來祈禱，天父上帝，感謝你賞賜我所需要的，閣感謝你佇我還未祈求的時，就將主耶穌基督的救恩賜予我。我的性命屬佇你，閣因為你得豐盛，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願上帝賜福你，身心靈攏勇健平安。